唐朝，启安恩罗水无能，如今恩人百姓有安多，一土地安息，强将难封民心，必须要加强我国。古所嘞，一天爱攻占据，中原太后山河。那一风雨之间，你的用办做呢？一方意外之间，哼哼，现在我国兵强马壮，又做有短兵质量，哈哈哈哈！那是爱攻打嘅中原，足足有余，不如父王，也就出自本方意，爱亲身带兵去攻占嘅中原。对，风雨在，你可当真如此吧？爱有此才情。好，风雨唐氏在，命以两兵之班，即刻攻打中原西吧。为方义亮明了。山中。
岁万万岁！众卿家平身，恰万岁！众位卿家，有你们一片赤胆忠心，付出我太通，使我太通之民，人人能得安居乐业，光阴能得清心目的，实在不胜感激。现在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，就是光阴最大的愿望了啊！万岁！你是我王老太宗的吩咐，我等有幸得到如此有托明君之贵，听是江山铁通万载呀！哦，宋卿家，你等可有本爱者啊？陆国公长傲金上天，陆国公长傲金上天，贤良子。臣子陆国公长傲金上天，良子。愿我祝万岁！陆国公平身，恰万岁！陆国公才都在今天以来，可是有本爱者吗？启奏万岁，太师不妙了。何事不妙？随地将是瑞水的王子，忽然间兴兵攻打我朝，已经就成功占了潘府上。此乃潘府上上座下来的救报，将万岁过目了。陈宋两天，太子。看来该分割了天土，天干口啊，都变了自啊在。爱意何啊？
家，去好就好啊！喜招万岁！小小嘅罗水国兵马，万岁何必担忧呢？我国还有前还有驸马，骁勇善战，我相信驸马佢能两次中年，推他兵马前去。驸马才不敌，你可建议两兵挂帅嘞？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为臣愿意挂帅出马。不过顽强感觉呐。哦，竟然是如此，满朝文武把你挑选。良子，启奏父王，医生爱记录国公，为做感卷。哎，忙爱张，身子慢行，万岁呀！如何嘞？我爱老给驸马讲几句的话。可以呀、嘿，请驸马讲了。长白公抢了。该就奇怪咯，你爱先感觉，满朝文武啊，有按多人，今日啊偏偏唔先，先爱了老人家做乜解嘞？长白公，哈，马三弟，哪个不巧？你乃爱太同副将，有你替爱出兵，万无一失啦。哎呀！副将，副将，副将，副将妙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既然我是副将，我就答应了。启奏万岁！如果我常傲见，愿以身为感觉咯。事情紧急，不可延迟，驸马堂次。才另一身挂同罪，如果讲感卷随行，派兵10万，前部两兵，后部两两，马上多转移，此撇加减，多采高冲点兵，出马对敌。为神了事了。我也同情，上天望，水马地带啦，驸马桥。父亲爹方，哎呦三娘子，只有我亲梦啊，亲梦的财神童，财神童。夫妻家两子意，太子失落难消情。
单纯情梦一条街，接受香烟不用心，驸马为国并重义，高勋之意我之意，金瓶身心做故事。一求国家永得喜，二求情人得空平，有国有家享安逸。驸马回府，娘家。要问驸马，为何今日身走正规真格，恢复而来呀？公主啊，我虽不该发兵来，攻破上次国土地，奉命挂帅退强敌，今恢复唐所分明，可赞可今恢复唐所分明。驸马，爱唐多年呐，你呀，很痛惜。安邦天国也可驸马你意，唐朝共产夫妻有之意，祝福驸马你能做太平。看到驸马你为难我爱娘吧，为到国家你要正反。府中事情，你唔释法，你马多是哪公啊？就算金马上啊！辛苦驸马，不知你何时要起航啊？高昌兵马一切准备明白，就等本帅号令发兵啊！既然如此，内上情望快来呀！有堂啊，娘心嘛。
用心黑衣裳。